给了，恭喜难的，唐山连的配结公益，他那学个大大意，这말해，你也是呐，你也拿个钱呢，他那学个大意思个了，嘿，那谁给了？真的给了，就嘛是那过那走，如果我们记住个啦，这点都是咱们这特别是身上的。啊，那么阿这公啊，实际学中了。哦，阿这公啊，我们地趟出来。呀，我们的咱们这个那看，看一下，不给，好多。碰嘛的，这个，讲没话不给。那别个嘛的啊，这人不对嘛的下子。哦，阿这公啊，哦，今天俺公啊你说的，有，俺他下如果我这蛮大的去，小个看那啥投资人的多啊。说那啥的，我查子过的。是啊，这里跟你知道。那是。哎呀，他真是多大家。老婆。哦，阿姐。姐妹吧。看的。广巴可就会有错不错，可有长着那大个追错。能跟我不识给鸟三妹，真不敢不我给鸟三妹，他主问大家我。哟，老婆，可里去，我们你到。对，陪我来擦手。讲啊，对。亲家的我家的这个刀，亲家的我家的这个刀，这老板，对，鸡蛋一个买，脏鸡蛋，虫草的吃了，矿泉水的喝了，老板，脏鸡蛋吃了，高原反应没有了，虫草的吃了，矿泉水的喝了，虫草的吃了。矿泉水的喝了，年四季，给那么些呀，是的，送出谷呀，他那样是那屏幕多啊，很多学教谷的，学教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！这西藏啊，山美水美，但是出租车，那个有点意思。哇，太美了！这啥真的是没白来，西藏啊，太漂亮了。哎呦，还是有点馋了。哦，我这，看。嘿，听见？阿妈啦，咋是的嘞？真是的嘞，这个这个挂机的。阿妈啦，你那个是做啥子的？对，拿大的拿大，对，这样切，这样。哦，呀个嘟，我是一个这差不多大泡沫，阿姐。差不多的，你干嘛的？我这，婆婆，美女，是没有吧？我这，明年大大爷，你婆婆高原反应去噻。没习惯的婆婆，有了吧？能住嘛婆婆的吧？这，能住。皮筋，婆婆，皮筋有了吧？皮筋，对，对，这个你看，这样，这样下了。你，妹妹，瞧我的，你要我要的，这样，要我要嘛的，哥。阿妈啦，我晓得了，你是说我下飞机要慢慢，
的球的，棒棒的，小圆的，快了，老婆，我这老婆哪有吧？这公啊对的，这对，对，狗牙痛的，行，这妹去，哎呀，得让妹妹去啊，你公众假期，我。呀，碰的学会看嘛身份证，爹，公说的啷啥车的？呀，啥子哦？看的啥子？公的爹，我这，没碰我别的车不着，你公爱我心度。哎呀，鸡蛋嘛！哦，美女爹，这个是猪的，这个不是猪的。阿妈啦，你是说这个是猪嘞，这个不是猪嘞嗦？呀，猪的在哪里？猪的，猪的，哦，猪的噻。猪的。这个是，俺的明白干说。那么小的鸡蛋还是头一回见来，哦，拍张照留恋一下。爹，公安的把它给过的。阿妈啦，你帮我抓到起一下啊！抓到起。哦，这个样子。哦，你，来，站到这儿，这个手拿到，举到，有这个手放这儿，摸抬，摸的，那给。 1、2、3，嘿嘿，这是个，这样，爹，啊，谢，第三，爹，给我，阿妈啦，你那个二维码是做啥子的？打扫的哩，打扫，嘿，爹，鸡蛋的你给了，手机。 这样打扫，爹，钱来了！哎呦，现在这个高科技啊，无处不在，买鸡蛋还扫二维码噻！阿妈啦，你太有创意了嘛！你的钱，我的钱，你的钱，我的钱，不要，旁边的，旁边的，对，方便。哎呀，这肚子啊，真的有点饿了嘞。阿妈啦，你那个鸡蛋好多钱一个呢？好多钱一个嘞？多少钱？啊，2块。哇！那么小个鸡蛋，2块钱？还是有点贵了哈。呀，长鸡蛋，长鸡蛋，一般不是蛋。 一般不是的，爹，山上养的哩，虫草的吃了，矿泉水的喝了，绿色食品有了，干净的哩，吃。阿妈啦，我刚吃过，不吃了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呀，生意的朝下，嘿，呀，阿妈请客，阿吉。 哎呀，挺长了。长鸡蛋吃了，高原反应没有了。那个还是高原反应说，那必须吃一个了。锅巴肯就没有错不错，可有长成那大根之错，难看我不是给人生呢，真不干不，我给人生呢。样看这说。 哦，不要，收到。阿妈请客，不要，收到。不要。哎呀，我懂了。我的公啊！我的公啊！干，别惨了！我的爹，我爹，我的公啊，赶快滚蛋的下！我错了。爹，头破血流在前线。爹。 肠子都出来了！肠子，胖丫的手机，
我，你再等等我哈。我马上来，等一下哈。这美女，妹其实，这婆母的呢，大个拉不可能胡惨了啊！呀，他特定两点冲下的球说，有说啥个妹妹？小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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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公啊，小陈，这上面这个卡起来啊！阿公啊，婆母看我住几多？阿公嘛就，没什么的，公看见说阿这显得看呀。有了吧？听给婆母的那种啊，你婆母的恭喜你，婆母啊，我就是，你莫生要素，出天爬地啊！他进来的。对，公刚差的。好嘞，婆母啊，我就是，你莫生要素，出天爬地啊！呀，这说。对，我有大不明都。亲爹的这样子的，亲的，我一答应了阿这个人那这倒是吧？手机丢了，手机踩下去。手机，我这手机，大爷，给我起那么些，让婆母大差不多有这月。阿这公啊，没现在阿这人给婆母的我先给办的。我这边阿这，顶着没了1000多来多。可是我们的卡巴拉下次看呀，阿这人我已经不买着呢，肯定是干的。好多阿这。卡里一年没呢，你没他一记球的。没事呢，你让唱过笑。我婆母去呢，我和林子妹。阿这公啊，阿这公啊。快吃到。阿这让哈苦预备，阿这让给七路七大去没呗，你别让给养过的，看手那上去。阿这，对的，谈到当个戏剧上过我了，拍个坑几点了，拍个清不清楚的，哈巴多牛外路线呢，这不灵啥时候看呢？拍了越国平面公主忙不歇着哟嘞，我这拍了搞起来用这个来。看来啊，第几年我让都拍了，我这点被人中给占着哟。你呢？阿家公让那些米线三节忙不有在的。今天阿家让家就村的七罗公主给米拿，我让都拍个拍家的，天外定什么去买马菜，我这长马片多，全部重要的。前场我这里中用个米粒卡吃出去，阿家让了，拖钱那是应的。你看钱呢？大大，你谈的啦。团大全部是他姐妹，团大看来，我家人去，光我的那金牛尾，俺你看来手拿上去，唐山都能去哪？哎呦阿长啊，去，对，第几把阿去哪？跟你这打，我马上。我这第一就这样打，第一就这样打，真的，他真的我。开心嘛的阿长，第一次，他真的。俺中大家，阿妈哎，小陈，哎呀，我到处在找你呢，来，你的手机。谢谢。保管好啊。大哥，等一会儿啊。好。阿妈啦，来鸡蛋钱。不要。阿长。我婆母进来打，我俺为了挂前面的，俺弄了给打。小陈，阿妈拉说你要是再跟他提钱，他就要生气了。哎呀，这个呢是你的。阿长。看嘞。对啊，对，你阿长让光进去你说啊，我第二大家。呀，光记了，光你。是。光你就是忙大去了。你不要在那对的。长不些那啊，等你莫让给这边光去没呗？我第一不应大家。哎呀，你在说啥子哦？美女的2杯。帅哥，鸡蛋钱阿妈给了。这要这没了中啊！大哥，你小陈啊，这个其实也没什么。你们不远千里来西藏，是我们尊贵的客人，怎么能让这点小事使你为难呢？所以啊，阿妈拉坚决决定
不收你的钱了。哦，我晓得了。阿玛拉，大哥，哎，不瞒你们说，我没到西藏以前，心情糟透了。可是到了西藏以后，西藏的天是那么的蓝，阳光是那么的明媚，我又遇到那么多像你们一样的好人，我的心情啊，一下儿就舒畅了。大哥，阿姆拉，谢谢你们。没事没事。小陈，一车子人都在等着咱们呢，赶紧走吧啊！走。阿江红啊，那你准备走了，拜拜。走吧。不。